来看立法院调议取得共识，今仔三读通过在后复原中建特别预算，计共是600亿，一仙拢无抬。另外，针对破发现金1万块的论刑条例，伫纳别人数的优势嘛三读通过了，经费是对5450亿调整做5700亿，佮规定讲破发现金就爱伫特别预算公布了1个月内开始执行，7个月内就爱发刷。另外，台电200亿的强化电力系统的预算是封台掉了。大人物，来，我们大人物，好，他们开始喊开会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9难得第2场来为做院口召开党团大会。立法院这礼拜加速审查预算3大案，包括台南市丰泰在后重建特别预算案、关系破发现金的论刑条例修正案，也甲行政院追加预算，针对在后的重建调也达成共识，拢无删减，29三读通过。不过论刑条款带动强化电力系统的200亿，在野党无认同。跟产业有关的，国民党团就全力的支持，甚至还加码，让台湾台电、坪林要倒闭的这些能源政策，应该要好好的朝野一起来讨论，尤其要倾听产业的声音，不能再一昧的孤行。行政院送出的是5900亿的预算总额，但在野党要删除200亿的台电电力系统强化的预算，稳定的电力供电，这个是为了产业，但是在野党往往是看到台电就亏钱。吴思瑶讲，等9月立法院审查论刑特别预算，会拍拼以10月发放现金来努力。安尼114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的部分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针对各项预算提了删减差不多1亿，关系国防安全文宣新建的经费，新时界节目进行减列。后来其实好像变成10级、8级，其实一直在缩减。可是那在金额不变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觉得这是有问题的。只是图利可能特定的这个媒体，其实也是不对的。那政战局这些相关的预算呢，在追加预算里面被删掉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应对中共认知作战这个部分。第二个呢是军事交流的部分，比如说我们跟美国军事的训练、交流等等的。那赢这个新世界节目，不是什么认知作战的项目，立赢是针对各方追加预算，互人删差不多1成，这个是弱化各方自主。不过马文君嘛讲，项目是不是应该删除，会当接受评论。记者采访报道。